这是咱的信息今仔日牧师要讲的信息是耶稣教咱祈祷第5讲。将来参加阿头来祈祷，主上帝，阮用阮的心来接近你，用阮的声音来学了你。主啊，你来接纳阮所献就的一切，使用阮的一生，行入平安的路径顶头，互阮拢有上帝恩典加添伫阮所欠用的事的中间，帮助阮得到智慧，帮助阮得到疼惜。互阮会晓关心阮隔壁的人，嘛互阮看会到阮头前的路途，爱有信仰来带。主，恳求你来帮助新化教会在座的每一个兄弟甲姊妹，互你一生含过去拢无相像，是因通过祈祷、通过敬拜主了后，阮哪来哪无相像，阮的身躯会使做光搁做盐，帮助阮对这个社会有贡献。也帮助阮对上帝国的事工有贡献，互阮会使伫上帝心意中间行出好的行为、好的信仰的行达。主愿你来帮助、看顾赐互阮。阮每一个人的才能拢无相像，阮每一个人的个性嘛拢无共款。主愿你帮助阮伫遮有一个合一的灵，阮彼此中间互相理解、互相结连、互相伫上帝面头前。合一为主做工，感谢你，恳求你听阮祈祷的声音，帮助阮圣神充满伫阮正人的生命中间，互阮有火得烧，总是阮的生命永远袂孤单，因为阮亲像葡萄树枝结连伫葡萄树丛顶头，阮常常结果子。主你讲，阮若离开你，啥物拢无才调做。主愿知基督徒若离开基督。都袂使阁叫做基督徒。主愿你来帮助阮有即款的心志，永远行伫耶稣基督的后面，缀你的脚步行伫即个世间所有苦难的路途顶头，阮拢无惊吓，愿意为主来奋斗甲征战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讲信仰爱认真，因为信仰对咱来讲最重要的。当咱若拄着困难、搁担当的事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你爱倒来到教会内面。教会就是咧学了上帝的所在，总是咱每一届学了主的时阵，咱就深深的体验到主毋捌离开过咱。有的人安尼讲，伫即个社会中间，伫即个世界内底，上界水的有一项，毋是咱所讲的美女叫做水，嘛毋是咱讲水车叫做水。迄款水是水，总是毋是圣经咧讲的迄个水。圣经内底咧讲的水，上界水的一个状态叫做赦免甲原谅。赦免甲原谅是圣经内底所记载上界水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咱若会晓对信仰内底会晓遮个功课的时阵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同过去无相像。总是有侪人误解信仰。有一个律师，伊今日要出庭。伊去法院，伊遐要甲人相告的时阵，要来辩护。总是伊咧赶紧的时阵，伫清听场坐足久的，都是找无停车位足急的，结果汗要流出来，因为时间要到，看手表时间阁差3分钟的。这个时阵，这个律师开始祈祷伊较早捌去过教会，伊讲：亲爱的上帝，可怜我，帮我找一个停车位。我一定会改分改酒，逐礼拜去做礼拜。祈祷煞忽然间，伫倒手伫迄个所在，发现一个停车位。伊即个时阵满心感谢，天顶来讲，亲爱的上帝，毋免阁麻烦你我家己已经找到停车位了。即款的信仰，足侪人拢有啦，足趣味。咱有当时会感觉讲太好了，终于我运气好。咱若顺利的时阵讲咱运气好，若讲咱无顺利的时阵讲主啊你要怜悯我，这就是信仰伫咱生命中间真实的表达。做是牧师要伫遮甲咱鼓励，你爱对信仰中间，毋是照即个咧，是照圣经的咧。当咱冷静的时阵，
当咱软弱的时候，主的恩典都够我们用。阿门。对家来摕着，对家来得着。当咱软食的时阵，爱对主来摕着气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内底强调的是三听甲真理，强调的毋是报复，毋是冤仇，毋是遐有诶无诶方法，因为这毋是真理。所以咱伫教会内面所讲的真理，拢对咱的性命有帮助。我要来讲一个例，因为这个例足特别的。这个例是伫几啊年前捌出一本册，迄本册咧讲伊的阿嬷。足早以前已经过身去啊，总是有一个科学家来讲恁阿嬷的细胞即马阁活。1951年有一个叫做克拉斯的女士吼，伊就得着癌症。伫古早时代得着癌症，大概就无医啊啦，真正无医。总是呢，足特别的是，当医生要治疗伊的时阵，将伊即个癌症组织刻来了，摕去培养。伊所发现，侪人所发现。伊即个细胞呢，袂死的。当你互伊温度若适当，营养若有够，即个细胞拢袂死。1951年到现在已经50-60年的时间，侪科学家因为研究即个叫做海拉细胞的研究来得到奖，其中有5个诺贝尔奖得主是研究即个细胞。这个细胞要甲咱讲一个道理，毋是永远存在就好。伊若是一个无健康的存在，伊会影响到你的性命。所以，咱若要影响存在，请你行对天国的路来。咱来用这个感情的细胞来看的时阵，咱就爱学会晓爱做天使，毋通做撒旦的路步。感情伊的特别，就是伊袂家己死，伊做代志无准则。伊甚至为着家己要大，伊阁会使发展伊家己的血筋，互足侪养分来送对即个所在来。所以感情是困难的所在，就是因为伊本身袂晓准则，足侪健康的细胞颠倒，因为伊咧大的时阵煞死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用即个例来做一个研究，当体内若是有即款物件的时阵，咱的健康会受影响。总是伫咱的心灵内底嘛有类似的一个物件，咱爱注意。你若不断互伊养分，不断互伊空间，你连你家己健康的心灵嘛会受影响。迄个字叫做怨恨的恨。咱若伫心灵内底一直互恨留条的时阵，咱袂好势，咱会发现你会愈来心灵愈孤单。所以原谅这个主题伫圣经内底不断地出现。原谅，你会相反，主耶稣讲的道理内底，足侪拢是咧原谅，足侪拢是咧讲赦免。为什么要有即个物件出来？都是因为咱真正需要是原谅家己，嘛原谅人，主要原谅咱。马太福音书内底有讲着讲，咱毋通论断人，免你咱互论断，因为咱若论断人，就要安怎互论断？咱用啥物器具让互人，人嘛要用啥物器具让互咱？当咱用即款的态度去看待咱厝边隔壁的时阵，咱无平安。做是咱来用三听的心的时阵，就无相像。即个图片咱有看到吼？你敢摇会出来？伊咧创啥物？你搁看一下。论断是一款的文化，论断是一款的文化，一个团体内底出现的。所以你若讲着讲囡仔去读册互欺负，叫做霸凌，迄嘛是一群人去欺负一个人，迄叫做霸凌。都是论断，照我个人来看，是一款的文化。即两个人咧论断即个老人，伊咧论断伊啥物？伊咧来算看伊鼻仔有偌宽，伊鼻仔若足宽的时阵吼，超过伊的数年的时阵，伊就咧判断伊是犹太人。伊鼻仔若短短啊吼，可能就毋是。啊，即边啊，即个单牛的甲帕夫索，即两个是啥物人？即两个就是雅利安人，就是德国的纳粹党。因咧论断啊，论断讲即个人有资格通活无？伊若是犹太人，伊就无资格通活；伊若毋是犹太人，我就判伊讲会使活。所以论断造成足大的伤害甲危险。所以即个方法，咱无安尼做，
你即摆无看到讲有啥物人去摕笑你扭你的头壳、扭你的鼻仔、扭你的身躯无啦。做是古早时代竟然发现的，而且用即个方法杀死600万人。你就使知影讲，人你论断一个人，迄款的文化足恐怖。因为侪人若讲安尼对，无人会讲伊毋对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论断毋通出现伫教会内底，因为教会内底讲的是三条甲公义，公义内底无论断，公义内底有支持、有扶持，嘛有鼓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伫遮来了解，侪人伊所拄着的是防论断的状态。过去咱女性若较无读册，咱就去人看无。总是你会使发现，毋是一个人来讲女性应该爱安怎，伊的地位也较卑微，毋是一个人，是整个的社会。所以你会使发现，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。继续我要来讲，咱应该爱面对的是伤害这个问题。咱常常会去拄着伤害的事，总是伤害的事拄着了后，咱要安怎来反应？咱常常会去发现。咱应该会去伫心中，对无？是啊，咱常常拢会安尼发现，然后一去，可能30年、50年，咱犹原搁咧去。有一个人捌安尼讲，你若选择报仇的人，无选择原谅的人，伊爱掘2个墓仔，伊爱掘2个墓仔，一个留互你想要报仇迄个人，另外一个就是留互你家己，伊爱掘2个墓仔互家己。所以兄弟姊妹。上界有可能的，就是咱若莫安尼做的时阵，是毋是2个性命拢会使继续有机会来得到疼？约翰一书3章15节讲，怨恨兄弟的，就是杀人的。恁所知，若杀人的，无永远的活命伫伊的心中。所以，当咱怨恨过度了后，成做你性命一部分的时阵，你已经真少有机会来听到上帝的声音。所以，这个爱戒掉。当咱若戒掉时阵，咱的信仰会提悬，你的境界就有果效啊！你的祈祷上帝就要听。当你从心中这个怨恨一站一站甲戒掉了后，你会使发现，亲像洋葱赶快每一层剥掉之后，发现恨的里面根本没有东西啦，它没有一个种子啦，它其实是空壳子。所以咱爱伫遮理解，咱来看后面一张图，这张图咱需要来看吼，来再下来。这是一对翁仔某，倒是牧师要邀请你的是，请你看伊后面迄张图。你有看到伊后面有一张图无？其中有一个中一个小朋友手举安尼，你有看到无？很小很小，它后面有一张图。1972年，伫越南咧战争的时阵，有一个叫做金福的查某囡仔，就是倒手病即个，伊去炸弹炸着，规身躯着火，然后呢，规身躯的衫脱了了，走伫街仔路顶头，拄啊好去美军的记者翕着。这张相片后来得到普利兹奖，就是9岁的查某囡仔，因为大人的世界无钱，所以伊的皮肤。大部分拢扬起啊！这个查某囡仔后来去人救去美国，总是当伊救去美国受治疗，到伫加拿大以后，伊并无快乐。伊常常咧怨恨讲，为什么遮侪人的中间，只有伊受伤，而且伊阁去人翕相片伫全世界放闪。总是到伫伊信耶稣了后，伊煞知影，伊受苦的记号，正做和平的开始。就是因为这张相片，全世界反对美国人伫越南战争，因为一个无辜的查某囡仔竟然会受这么大的伤害，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伊个信耶稣了后，用主所教示予伊赦免人、原谅人的心，伊开始去理解家己所受的苦，毋是见效，是因果。所以对迄时开始，伊较知影伊的存在总有价值。所以后来，伊就诚做是一个基督徒，然后尽心伫教会内底，咱就使知影讲受苦，看你安怎面对。你若面对了无好，你会变做另外一个加害者；你若面对了好，你会变成和平的使者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28年前过一个例，28年前的圣诞节，有一个17岁的少年家，伊呢去台北迄个所在航吧，结果同隔壁咧航吧的少年家冤家啦。结果一个17岁去啊，一个15岁摕倒毒死。毒死了后呢，即个凶手的老爸来找即个妈妈吼，即个受害者的妈妈讲，我无钱通陪你啦，啊人肉强强，看你咧安怎？啊，即个妈妈囝已经死去啊，佮听到即款话吼，毋是敢若气尔，佮兼银啊。啊，银到后来时阵吼，常常吼，伊骹胯内底拢藏一支刀啦。若出庭吼，看到因对方的家庭，就想要倒起来，就想要甲动落啦。总是几啊届起来，家己的小妹发现，所以他主动讲袂使安尼做。伊做一时间伊想袂开啊，因为伊敢若一个囝尔，即个囝竟然就安尼落去啊，所以伊常常摕因囝过去做囡仔的时阵，遐个衫啊去买一只玩偶，啊就把衫套上去，啊摸即个玩偶当做因囝安尼咧看。做一亲戚朋友甲隔壁厝边拢做烦恼。即个妈妈会起笑，总是后来有机会接触福音，照上帝教导，伊开始去理解，伊所拄着的代志，然后去理解伤害伊的即个少年家到底是啥物款的家庭。即个家庭嘛无简单，非常的辛苦。妈妈咧卖玉兰花，通常咧卖玉兰花拢毋是介好的家庭。啊，爸爸骹骨无拄啊好，伊有一支骹无去，然后咧驶计程车。即个家庭足辛苦，所以即个事实本身对做囡仔的时阵就真自卑，常常会伫众人的面头前咧展现伊家己的存在，所以呢犯即个错误。所以当即个受害者的妈妈了解这个事了后，伊专工去家内底去找即个少年家，甲伊讲煞了后，甲咱呢，把伊当做伊家己的囝，开始咧疼即位伤害伊家己囝的即个加害人。后来即个妈妈嘛是因为安尼真做基督徒，照上帝教导，伊真正赦免原谅伤害伊即个家庭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拄着一件歹代志。请你毋通气起来了后，佫加一个歹代志。咱敢听有？今日的报纸你有看到无？伫香港有一个巴士冰车死足侪人，咱敢有看到即个新闻？一开始是因为听讲是因为人客人会讲你发车时间无准时，后来气起来了后，车路袂使，然后致到足侪人过世。咱常常爱注意。犯一届错误就算，毋通气起来了犯第二届错误。通常凄惨的是第二届，毋是第一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以弗所书4章30节甲32节一段足重要的经文，伫遮有记载。保罗先生所讲的说：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、毁谤。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咱来互相原谅，因为咱无一个人是完全的人。当咱互相理解、谅解了后，这个社会甲世界就会无相像。所以，当咱讲到今仔日的主题的时阵，咱一定要注意到，今仔日的经文出现伫两个所在。这两个所在真特别，一个是马太福音书，马太福音书就是咱今仔日所看到的经文。伊的意思是啥物？伊的意思是讲，上帝已经赦免你，所以你要学习上帝来赦免对不起你的人。这是马太福音，对无？咱今日经文所读到的是毋是安尼？是吼，路加福音写的拄啊好倒变。你若看路加福音咧讲的耶稣的教导，伊的讲法就无相像。伊讲啥物？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即句话拄啊好倒变哦。伊讲伊的意思是安尼讲，你爱行出第一步，你爱先去原谅人，安尼上帝嘛会原谅你。
这个无共款哦。一个是上帝原谅你，所以你较要去原谅人；另外一个是你原谅人，所以上帝就原谅你。这个重点咱有发现无？拢是爱原谅人。神要原谅人，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有原谅人。当你若开始原谅别人的时阵，开始去谅解、理解你所拄着的代志，然后真心去甲你做一个和解动作的时阵，上帝平安信实的同在，你会发现，就伫迄个时阵出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看到，这讲的下面都是安尼来理解。当咱开始愿意去关心别人的时阵，这个事拢会发生。有这讲的公义，才有这讲的下面；有这讲的审判，才有这讲的原谅。这咱要有想有即款的概念。当咱若拢毋知影咱拄着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当原谅？有侪人拄着委屈的事的时阵，伊急咧讲，也袂要紧啦，我忍耐一下就好啊。咱常常有即款的讲法，咱常常嘛有即款的看法，莫甲人计较就好啊。总是我甲你问，当你忍耐了后，你的心情好啊歹？做侪人心情歹，然后莫甲一个坎站放袂记咧就好啊。迄叫忍耐。总是牧师要伫遮甲咱提供另外一个可能性。我毋是讲忍耐无好，我是讲你爱去注意啥物是公义，请你对公义这两个字要有较深的理解。就是逐代志三清楚叫做公义啦。啥物人对，啥物人毋对，咱也分啊清楚。然后照伊毋对，对不起咱的部分，咱当原谅。一个人通判5档。你会使请总统来下面5档啊！吼，你袂使讲伊判2档、判5档，你来下面50年、80年，比例不对。啊，一个人拢还袂去人判刑的时阵，你就急要原谅伊，咱嘛足奇怪。所以，咱心理中间有一个需求，就是我们想要搞清楚我们遇到了什么。等我们搞清楚之后，我们再来追求谅解。谅解的时间。会随着时间不断的进步，我们会越来越了解。所以谅解，你需要先理解，理解你拄着啥，然后再来谅解。谅解你爱抓着时间点，时间点你杀的时阵，你就爱趁时间国有的时阵，原谅得罪你的人。有可能是你的家庭，也有可能是你的公司，请你会记。第三项我要讲的是，原谅是耶稣的命令。当你选择我要原谅别人的时阵，你已经选择无要照上帝的教示来行。咱若要照上帝的教示来行，请你会记咧。耶稣甲彼得所讲的讲，毋是原谅家己兄弟7届，是爱原谅伊70个7届。这是耶稣的教示甲命令。既然是命令，咱就爱看。当咱无安尼做的时阵，损失的是咱的信用甲信心会退步。咱若开始无要照上帝教示来过、来想、来做的时阵，咱的信心会渐渐冷淡，都是因为咱无相信原谅会发生神了。当你发现原谅人会造成神迹的出现的时候，神的喜悦出现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拼命的把这些细节搞清楚，然后开始原谅得罪人。所以，关注来帮助咱的上帝是一位原谅人的上帝，咱在伫遮是有一款的理解。诗篇103篇的作者安尼讲，诗篇130篇的作者嘛安尼讲，甚至咧，甚至伫耶稣皇顶十字架的时阵，伊嘛是安尼讲。路加福音书23章34节讲：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影。当耶稣要皇顶十字架的时阵，伊嘛用原谅来面对所有要伤害伊的代志。最后，我要来讲一个足特别的观点，才做咱最后的结论。当你原谅人了后，你会发现足侪代志改变，足侪代志无共。约伯是一位足特别的义人，伫古早时代，众人拢感觉伊是因为伊的信用，所以上帝互伊足侪财富。总是有一天呢，撒旦去找上帝讲：地面上迄个约伯吼，你若无来保护吼，伊无可能胜利啦。
所以呢，上帝就让撒旦伫遐咧讲，撒旦就讲吼，我来挑战我哪样咧，无你卡伊就会离开你啊。啊，然后撒旦就将这件苦放伫约伯的身躯顶，伊短短几啊天的时间呢，伊对做好嘢变做做爽用，对做健康变做规身躯病。所以，侪人听到约伯拄着的代志了后，拢走来甲骂，走来甲讲你一定对犯错，得罪上帝。特别伊有三个朋友对远个所在来，特别要来讲道理互听。你知吼，人咧受苦的时阵，靠迄个心情听你讲道理啦。啊，偏偏即三个朋友一个就毋走啊，我一直讲，啊，讲甲足欢喜啦，总是约伯听了足严啦吼。最后生气啦吼，最后生气。不过我要讲的是，约伯记后面有一个足大的转变。约伯记42章第10节，你若会使你倒去看即节的经文，你若有手机啊，你会使记起来。约伯记42章第10节，当一个足生气的人，伊开始咧翻转的时阵，是对倒开始的。伊的朋友得罪伊，当伊受苦时阵，无他安慰，颠倒搁他念吼。你看啊，约伯记42章第10节，他说：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当约伯开始来原谅伊的朋友对伊会遮的话的时阵，伊为着因祈祷，颠倒头，伊对苦境内底渐渐变做顺境。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，请咱会记得。得罪咱的无重要，咱若会晓原谅，较实在，咱三个阿主上帝，阮伫遮爱学晓下面的功课，虽然真困难，因为阮常常拢会毋甘愿，因为犯错并毋是阮，总是为虾米阮阁需要去找找正人的和解甲原谅。总是主你对阮讲，这是你的命令，这嘛是你的教导，嘛是真理。主阮的确爱安尼来行，安尼来想，安尼来做。总是主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阮的疼心的不足，以及阮无迄款的勇气。主愿你加添勇气互阮，互阮正人会晓面对家己，嘛面对阮所拄着的事，互阮对上帝遐来得到疼甲医治，互阮有温暖，阮即个温暖嘛要奉送无遐无温暖的人。愿主来帮助阮，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